注意轻声听讲。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《六祖坛经》，就是解释甲正文第10页，就是解释甲正文第10页。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释甲第6节。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释甲第6节，就是解释甲当断善根福成晓。即摆应该来说来解释一面，福言善根有义，一者常，二者无常。福成非常非无常，是个不断，名为不义。一者善，二者不善，福成非善非不善，是名不义。应该呢，来解释这道理。但对前面的1000题以及甲善根等呢，我来做一个补充的说明。在《涅槃经》第5，有一个讲做无信之人呐，名叫做讲做1000题。那所以叫做讲做无信之人1000题，这个1000题名叫做讲做不可敌。不可敌就是讲这款的人已经是无救了，名叫做讲不可敌。在《涅槃经》第19。直直讲1000题者，不信因果，无有惭愧；不信业报，不见现在及未来世；不亲善友，不随诸佛所说教解。如是之人，名1000题，诸佛世尊所不能及，所不能敌。这呢，就是详细来说明为什么叫做讲做无信。为什么叫做讲做不可敌？讲这个1000题啊，伊就是无要相信因果，对于善因善果、恶因恶果呢，根本啊无相信，而且呢无有惭愧心。惭愧，在咱世尊讲起来，就是2种的清净法，就是讲2种的善法。有惭愧心的人，才会当得到清净。有惭愧心的人呢，才会当得到修行成就善果。那既然是无有惭愧啦，上司是讲做毋对的，一定呢，我若是直直做落去。那即款的人呢，根本啦就无法度好救治啦。那即个1000题人无相信业报。同时呢，伊也无相信现在以及甲未来世，伊呢无要亲近善友，无要跟随诸佛，无要来顺从诸佛所说的教法。像即款的人呢，名叫做讲做1000题。这个1000题是诸佛世尊所不能敌。那就是讲，既然是这个1000题，佛世尊呢，也无法度好来甲伊救治啦。即款人就是讲无药医，上述是讲佛祖来讲呢，也是无办法。安尼叫做讲做诸佛世尊所不能敌。这就是说明这个1000题，1000题就是讲无有善根，也无相信因果等等。甲人讲，若是这个1000题，这就是已经无药可救。上述是讲佛大慈大悲，佛有大神通力，也无伊办法。可见一个人是毋是当好来得到救度，本身的条件，原来是非常的重要。即摆过来说明这个善根，因为高贵德王菩萨请教世尊，凡是犯了四重禁，以及甲做5逆罪，以及甲1000题等，因啊是毋是断善根福成？什么叫做讲做善根啊？这个善根就是讲身口意三业善法，真正坚固，牢记不可拔，这名叫做讲做根啦。这个根的意思就是讲会当后来成就妙果，所以名叫做讲根。在《维摩经》菩萨行品，有一个讲做不修苦命，种诸善根。如是法说的注解就是讲。坚固道心，深不可拔，这呢名叫做根。
方僻虚分禅师伫咧讲一千体叫做心不羁，若是一切六道众生乃至二乘人，无相信有因果，拢叫做讲做断善根的前提。在《大涅槃经》第22，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品别佛安尼讲世尊啊，讲若是犯了重禁榜方顶经众恶业罪1000体顶有福成者，是定因何修道地啊？世尊，若此是定有福成者，因何修见无上乐我净？世尊，若断善根名1000体者，断善根是所有福成因何不断？福成若断，因何修见上乐我净？如是不断，何故名为1000体？这是在《大涅槃经》第22迄个所在，这位高贵德王菩萨所称示的。那伫这个所在，慧能大师呢，只是把其中的一段简略说明出来而已。在《大涅槃经》内底啊，是讲较详细，讲世尊啊，假如若是犯了重禁、榜方顶经、众恶业罪1000体等等，那即款的人到底是毋是有福成啊？假如讲因遮的人，若是福成，为什么会搁再对地甲缀去呢？这是高贵德王菩萨所问。当然是搁再称呼一声讲世尊，讲假如因遮的人若是有福成，为什么因讲无上乐我净呢？讲世尊啊，假如因遮的人若是断善根命，叫做讲1000体。也断善根迄个时阵，所有福成因何是不断呢？遐福成若断，因何又搁再讲做是上乐我净呢？假如讲若是不断，为什么名叫做讲1000体？这呢就是啊，高贵德王菩萨所问。下面福言善根有义啊，一则上，二则无上。福成非上非无上，是个不断，名为不计。这是世尊对的回答。在《大涅槃经》内底，咱世尊所回答的是较详细，就是讲善男子善根有二种，一则类，二则外，福成非类非外，以是二个福成不断。修有二种，一则有了，二则无了。福成非有了，非无了，是个不断。修有二种，一则上，二则无上。福成非上非无上，是个不断。这呢，是在《涅槃经》内底所讲的。即摆咱就约六祖大师遮所讲的来消文来解说。福言，咱世尊啊，对高贵德王菩萨安尼开示，讲这个善根啊有两种。第一种呢就是上，第二种就是无上。这个上甲无上啊，用最浅的意思来解说。这个无上该当作讲是短暂的，这个上呢该当作讲是较永远的。那就是讲，咱伫咧修善法，这个善法的功效啊，有的呢只是真正短暂，真正短暂，迄个功效就消失去了。这名叫做讲做无上。这个上就是讲，伊这个功效呢，会当好来永远真久。那这就是叫做讲做上咯。这是最浅显的解释。摕一个真正简单的比例起来说明。你讲有一个人真正散车，咱看伊伫咧散车，无通食，无通穿，无通住，伊时阵发生困难，咱即摆呢，摕一个钱布施互伊。譬如讲，咱摕1000块布施互伊，1000块布施互伊，当然啦，暂时会当来解决伊的意识的问题。无通食，去买一来食；无通穿，去买一来穿。哇，1000块一搭我开了了。
伊即个衫穿破啦，食了腹肚消去啦，安尼呢，咱布施互伊的善法的功效啊，已经到遮就是为止了。所以这呢，就是一种短暂的。这个短暂的呢，就该当作讲就是无常，会当用过安尼来去来解释。常的意思呢，譬如讲咱做一项善事，但是这项善事呢，乃是伊的功用会当互留在永远的永远。那即款的呢，这就是属于常啦。譬如讲，咱知影讲某所在交通诚歹，迄个路啊，安尼做了诚无好势，也定定呢会发生车祸，人呢会受到伤亡。咱才就发心，做即条路给做好起来。即条做到这只是永远的啦，所以永远互人真好行路，永远迄个所在呢袂发生车祸。那呢，咱即项功德啊，算讲就是永远的，这就是叫做讲常。譬如讲咱来布施佛施的所在来做功德，佛施名叫做讲做天拍的重任，这是永远的物件。咱有布施即份的功德，使人永永远远啦，会当好来拜佛祖。那么这呢，可以讲就是功用呢真久啦，叫做讲常。会当以安尼来去解释。但这个常甲无常呢，也会使当作讲是属于世间法，或者是讲出世间法的解释。常者就是属于出世善根，因为这个出世善根呢，这应该就是一种的永远的。若然是这世间的常根呢，这个善根呢，这都毋是永远的。咱即摆来提一个真正简单的比例起来说明。譬如讲，咱受人间的福报，布施啦，做功德，受人间福。互你讲，咱所受的福，不但是讲在咱人世间享受，搁再会当互咱转去天上享受。但是这个人间或者是讲天上，这是有漏的世间福。有漏的世间福，咱是享会尽啦。甲咱享尽迄一天咧，咱就搁再对落。所以在经典有伫咧说明讲，天人啊，五岁上现福不尽啦，对落咧就变成去做迄个牛阿妈棍的糖，你看我可怜。那这呢，就是属于无常的善根。这个常的善根，比如讲咱念佛往生去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是一种出世善根。你念佛往生去西方极乐世界，你这个功夫若成就，你在西方极乐世界永远永远就伫迄个所在继续修行。你袂搁再对落，你呢袂搁再来轮回生死。这呢就是一种的常，所以出世法当作是常，世间法是无常。这都是常甲无常的意思。当然，这个常这是属于无漏法，这个无常就是属于有漏法。但是这个佛性非常非无常。为什么讲做佛性是非常非无常呢？所以世间法或者是讲出世间法，这是一种的对态，也可以讲就是咱众生的迷误。用真理的本身讲起来，无所谓叫做讲做世间法，或者是讲出世间法。用真理讲起来，无所谓叫做讲做有漏，或者是讲无漏。因为佛性毋是属于有漏，毋是属于无漏，所以呢，就是名叫做讲做不断，就是讲根本善根佛性，这是一种的不断的物件。不过在这个所在，若是用这个语言来甲看起来，也会使咧甲你讲，这个善根，因为有常有无常，所以这个善根呢，会使甲当作讲，毋是绝对，也毋是一种的这个永远不变的物件。但是这个佛性，毋是常，毋是无常，咱是超然于常甲无常的范围。所以，这个佛性应该是不断，这个名叫做不二。
搁再过来讲，一只善，二只不善呐。不善呢，是非善非不善，是名不义。一只善，二只不善，就是讲，在这个世间，若是顺意这个理呢，就是属于善。这个善，若是根据菩萨璎珞经啊，这个善呢，有五善、十善一只差别。那这个不善呢，就是讲违背着理，违背着理呢，违背迄个理啊，就损害现在以及甲未来，损害现在世甲未来世，这个就参像这个五逆十恶等。那么这个五逆十恶，这个拢就是违背了道理啦，所以名叫做讲做不善。但是这个佛性啊，毋是属于善，也毋是属于不善。所以呢，这个佛性就是属于不义啦。善甲不善、善恶，这是一种对态。那这个善恶的对态，应该这是一种世间法。佛性是超然的世间法，佛性无所谓善，无所谓非善。所以咪叫做讲不义。下面讲温之以戒，凡夫见义，智者了达，其性无义。无义之性，即是佛性。温之以戒，这个温呢，就是五温。这个温就是一种的接住的意思。所以叫做讲做接住咧，就是讲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。这五项啊，来集做一伙，名叫做接住。这个五温，第一就是色温，色温就是伫自然世间的物质顶。搁再过就是受温，这个受温啊，就是心理的感受作用。这个心理的感受作用呢，就是讲。心理啊，会去感受到痛苦，或者是讲快乐等等，伊即个外面的境界。搁再个就是相温啦，这个相温就是讲会去分别去解想，咱感受到外面好啦，或者是讲歹啦，在内心会去解分析，这就是属于受温。搁再个就是相温啦，这个想就是相温，感受就是受温。搁再个就是行温，这个行温的意思就是讲，不断地在解想，这项代志想了就煞啦，但是毋是不断地在解想，名叫做讲做行心思量。最后一个色温呢，这个色温就是讲心的本体，咱普通就是讲代表来色，这就是五温。这个戒就是18戒，这18戒是啥呢？18戒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，以及色声香味触的六尘，中间呢，搁再有眼耳鼻舌身意的六识，内面有根啊，外面有尘，中间生起识来。摕一个比例，比如讲眼睛，咱这个眼睛是伫内底咯，目睭看物件，当然所看就是外面的色尘啦，外面的形形色色。你这个眼睛来去攀连色尘迄个所在，中间就是先是眼识。这个眼识就是讲你这个目睭就会先去分别啦。眼睛呢，只会攀连，眼睛呢是未分别的物件。即马眼睛看到出去，看到外面的色景，也在迄个所在，眼识就生起啦。眼识生起就去分别。眼耳鼻舌身意六根。所对就是色声香味触法的六尘，中间就是生起了眼耳鼻舌身的六识，合起来叫做讲18戒。五温甲18戒，若是约凡夫的眼光界看起来，这是两项啦。就是讲五温是五温，18戒是18戒。但是呢，智者了达啦，其性无义。若是约这个智者
因所了达的啊，基性就是无义，就是讲伊的性呢，这是无两个物件。啊，若讲是无两个物件呢，无论是五蕴也好，无论是十八界也好，这当然呢，就是一种的世间法义。不过呢，约这个有智慧人来甲伊了解，那这个五蕴甲十八界，伊的性就是如来藏性。既然是如来藏性，当然伊的性就是无义啦。在《楞严经》内底呢，也说明得真正清楚。不论是五蕴，无论是六业，无论是十二处，无论是十八界，一呢，拢都是属于如来藏妙真如性。所以叫做讲做会思考用七代一拢都是如来藏性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咱凡夫看起来五蕴甲十八界这是不同，所以变成两项咯。但是有智慧人该了达啦，伊的体性，五蕴的体性甲十八界的体性根本呢是无两个。要这个无义之性呢，就是佛性。所以叫做讲做无义之性就是佛性啊，就是讲无有两个差别，这个体性就是佛性啦。讲来讲去，拢是咧讲这个佛性乃是一种的无差别的道理。下面讲印宗文说，欢喜合众言，无价讲经犹如活力，仁者论义犹如真金。讲到这个所在，印宗法师听六祖的开示，就欢喜合众，就安尼讲，讲无价讲经犹如活力。这个无价就是个字印宗法师的本身，就是讲我印宗伫咧讲经敢若参像这个活力，就是讲敢若参像好瓶梨共款。这个好瓶梨这个物件呢，这是无价值的。讲仁者论义犹如真金，讲你仁者的论义呢，敢若参像这个真金共款。真金甲活力，这是一种的对待物件。石头啦、好瓶梨啦，这当然是无价值咯。但是真金呢，都是真有价值。比如讲，平平遐尼正重的一粒石头，甲遐尼正重的一粒真金，哇，迄个价钱当然是无共款啦。比如讲，一粒石头1斤重，这有什么款的价值呢？根本无价值。要甲人讲真金1斤重，哇，这不得了了。伫这个所在，将印宗法师自己讲经，该叫做讲是活力，也称赞六祖大师所讲的论语，叫做讲真金嘛。这若是应该讲起来，就是讲我伫咧讲经，虽然是随文释义来伫咧讲这部的环境，但是呢，根本无有入理啦，无有体会到迄个真理，所讲的呢，可能都拢是袂当好得到迄个了义的教法。也六祖大师你所讲的道理呢，这拢是一种的了义的教法。那么，既然是一种的究竟了义的教法呢，当然就是非常的价值。也若是一种的不了义的教法，虽然是讲一大堆，但是呢，言不及义啦。这个言不及义呢，就无啥物款的价值。所以偏偏是讲经，或者是偏偏是讲一句佛法，随着一个人的内心的了解，所讲的当然呢要分程度的深浅，或者是讲价值甲无价值的问题。在咱佛经内底，也甲伊分做了义经甲不了义经。当然，这个了义经甲不了义经，并毋是讲咱教主释迦牟尼佛在讲经的时阵，挑一个要讲一寡只不了义的浅的道理。这当然呢，拢是为着随咱众生的根性，因为众生的根性话较浅啦，较浅你若是甲讲伤深，根本听无，所以只好就是这种的方便说。
咱世尊呢，若是拄着迄款呢根基较深的即个众生啊，当然呢就是讲即个了义的教法。啊，即了义的教法呢，虽然讲一句，即个道理呢，就拢会当甲显示出来。所以讲一句即个了义的教法，较也讲迄个几落百句的不了义的教法。因为即个不了义的教法，你讲较济嘛是无有来讲甲真理的即个精髓。因了义教法一句呢，就讲甲即个真理的精髓。所以无讲甲真理的精髓，当然迄个价值性，甲有讲到迄个真理的奥妙所在，价值性是不同。伫即个所在，印宗法师呢，因为伊是一个讲经法师，所以当然依着迄个文来解说迄个道理是无毋对。但是六祖大师因为是一个明心见性的人，伊拢是将伊自己所开悟的境地所讲出来。那当然呢，迄个境界奥妙就不同。所以印宗法师啊，才甲伊称赞讲：你伫咧讲道理，敢若像真金啦；我伫咧讲经呢，敢像活力共款。注意看先听众，咱今仔日节目时间已经到，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的六祖坛经，就讲到这个所在。感谢注意收听，祝诸位法喜充满。